友除咗要感謝爸爸媽媽每天嘅教導之外，亦想表達佢嘅愛意，同時祈求天父保守爸爸媽媽每日快樂安康。接住係送上爸媽 I love you。同學準備咗一句説話要同爹哋媽咪講喎。係啊，小朋友，你哋準備好未啊？爸爸媽媽，你哋係咪好感動呢？各位小朋友。